今天牧師正道嘅經文喺馬可福音嘅第8章第22到38節，我哋大家一齊打開聖經。第8章22節話：他們來到伯賽大，有人帶一個瞎子來，求耶穌摸他。耶穌拉着瞎子的手，領他到村外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問他說：你看見什麼了？他就抬頭一看，說：我看見人了。他們好像樹木，並且行走。隨後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復了原，樣樣都看得清楚了。耶穌打發他回家，說：連這村子你也不要進去。耶穌和門徒出去，往該撒利亞腓立比的村莊去。在路上，門徒說：人說我是誰？他們說：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，有人說是以利亞，又有人說是先知裏的一位。又問他們說：你們說我是誰？彼得回答說：你是基督。耶穌就禁戒他們不要告訴人。從此他教訓他們說：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，被長老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，並且被殺，過3天復活。耶穌明明的說這話，彼得就拉着他勸他。耶穌轉過來看着門徒，就責備彼得說：撒旦，退我後邊去吧，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，只體貼人的意思。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，對他們說：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賺得全世界，賠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麼益處呢？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？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，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，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裏，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，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。今天牧師正道嘅講題係約翰馬可蒙福了。我哋而家將時間交俾林約翰牧師為我哋正道。願恩惠平安從父神並基督耶穌裏歸俾使徒教會嘅每一個聖徒，特別係歸俾 Key 同 Ada 嘅家庭，同埋 Anita 嘅家庭。我唔知道弟兄姊妹睇聖經有啲咩感覺，好似保羅所講嘅話，叫我哋常常喜樂，不停嘅不住嘅禱告，凡事嘅謝恩，唔係話嗰件事情按住你嘅方法嚟去做，你就謝恩。我哋時時做好多嘢係錯嘅，我哋承認我哋自己嘅軟弱，我需要主幫助我哋。我做傳道人，我學到一個功課，你可以做一啲嘢討人喜歡，可以做一啲嘢討主喜歡，唔係每一件事我哋所做嘅都係討主喜歡。如果每件事做都係討主喜歡，所羅門喺詩篇裏邊127篇唔使講話，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嘅枉然勞力。有時我哋做嗰啲嘢係浪費時間嘅。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，看守人都枉然警醒。佢命定呢個城要被毀壞，你有咩警醒都冇用，明白嗎？幫助我哋，我哋再低頭祈禱。親愛天父，我哋見到家人離世嘅時候，我哋好傷心。我感謝主，你俾好多傳道人自己有親身嘅經歷。如果我哋自己冇呢啲經歷，我哋唔識得去憐憫人。所以喺聖經裏邊，彌迦先知講得好清楚，叫我哋行公義，自己按住神嘅意思嚟做。
但有人冇按住神嘅意思嚟做，要我哋好憐憫，仲要存謙卑嘅心與神同行，以致我哋一生蒙福。每一次你嘅僕人用純正嘅靈奶嚟餵養你自己嘅兒女嘅時候，求主耶穌基督嘅神就榮耀嘅父，將那賜人智慧聰明嘅靈、謀略能力嘅靈、知識敬畏耶和華嘅靈，仲有啟示施恩懇求嘅靈賞賜俾我哋。講嘅聽嘅眾弟兄姊妹，讓我哋真知道你，照明我哋心中嘅眼睛，讓我哋知道你對我哋嘅恩召帶俾我哋何等嘅指望，亦都讓我哋知道你在聖徒身上要得嘅基業係何等豐盛嘅榮耀。第三，讓我哋知道你在信人身上所顯嘅能力係何等嘅好大。垂聽你僕人嘅禱告，奉我救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，阿門。我唔知你會唔會問，點解林牧師，點解你今日你講個題目講到話約翰馬可係個蒙福嘅人？我唔知你睇呢個馬可福音嘅時候，你有冇同其他福音書嚟做一個比較？你知唔知道喺馬可福音第8章講到耶穌基督醫治呢個嘅黑眼嘅人，係2次嘅嚟醫佢。整本聖經冇一個人記載呢啲嘢嘅，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你有冇去問點解你咁樣做？神同我講，約翰馬可係有福嘅。約翰馬可呢個地方，你寫低《使徒行傳》12章12節，彼得由監裏邊出咗監之後，佢想了一想，就往那稱呼馬可嘅約翰佢母親瑪利亞嘅家去，在那裏有好些人聚集禱告。你寫低佢。我相信馬可呢個家庭係一個好有錢嘅家庭。如果唔係有錢，冇可能喺《使徒行傳》第1章記載，佢哋去當時祈禱嘅時候，呢個第1章15節有許多人聚會，約有120人嚟祈禱。我相信主耶穌最後嘅晚餐係呢個家庭。我都相信120人一齊嚟祈禱嘅時候，又係喺呢個家庭。呢個家庭係打開佢嘅家。瑪利亞係好愛主。我呢個瑪利亞唔係耶穌嘅母親瑪利亞，明白嗎？係馬可嘅母親。佢嘅名字叫做馬可，又叫做約翰，唔係使徒約翰雅各嘅弟弟個約翰，亦都唔係施洗約翰嘅約翰，明白嗎？佢係 John Mark， 佢有2個名稱，但係寫馬可福音嘅時候，佢即係記係馬可福音，明白嗎？佢媽媽叫做瑪利亞，佢媽媽好有智慧，好有錢，打開自己嘅家庭，要呢120幾個人嚟到佢屋企嚟祈禱。呢個馬可點解會被呼召啊？因為佢同呢個嘅巴拿巴係親戚嚟嘅。巴拿巴帶呢個嘅馬可出嚟，但係呢個馬可遇到危險嘅時候，離開呢個保羅，然後巴拿巴話一定要帶馬可一齊去短宣。
保羅話佢會影響其他人，佢冇信心，佢懼怕，唔能夠帶佢去，就係因為咁樣就起咗紛爭。你知唔知呢件事情起咗紛爭之後，巴拿巴嘅侍奉冇人記載？弟兄姊妹留心聽我講嘅說話。如果你屋企可以裝到120人，你係一個好有錢嘅人，啱唔啱啊？唔好驕傲啊！第二件事情，你睇到馬可，你寫低《使徒行傳》第1章12節，跟住你再寫《使徒行傳》第4章36至37節。約翰馬可嘅家庭係有錢，巴拿巴都係有錢。4章36節，有一個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，名叫約瑟，但門徒稱佢唔叫佢約瑟，改咗佢嘅名，稱佢為巴拿巴。巴拿巴翻出嚟係勸慰之子，他有田有地，佢賣咗田地，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嘅腳前。從那時候開始，使徒有啲咩侍奉嘅時候咧，就差巴拿巴去幫手。停喺度好嘛？望住我好嘛？你喺教會裏邊侍奉，如果你係有錢，嗰班人知道你有奉獻，佢會捧你出嚟，叫你做長老，叫你做執事。明唔明我講什麼東西啊？你要好小心啊！你要唔好驕傲啊！你一驕傲你就跌倒啊！明白嗎？窮人冇得驕傲，你驕傲啲咩嘢？係嘛？有錢先有得驕傲啊嘛！明白嗎？你個教會靠我奉獻嘅 ，right？ 捧你出嚟做長老，明白嗎 ？OK？好可惜嘅一樣嘢就係話，嗰班門徒捧巴拿巴出嚟，冇錯，我相信佢係有聖靈感動。點解啊？第4章講到佢有田有地，買咗田地，佢冇呃人話收埋啲。第5章亞拿尼亞撒非拉對夫婦咧，又學巴拿巴買咗之後咧，就攞咗一部分，又話我全部奉獻晒，即係講假話，明白嗎？佢將第4章、第5章合埋一齊。弟兄姊妹，我睇聖經，我唔中意抽出嚟講道嘅，我全部睇嘅。我睇一個人點解失敗，錢作怪，有人捧佢，話佢係權威之子，明白嗎？咁 end up 出嚟。嗱，仲有一樣嘢啊，佢為咗馬可嘅緣故，巴拿巴跌倒咗啊。從那時候開始同保羅分開咗，而巴拿巴嘅侍奉就消失咗啦。唔好毀滅自己嘅侍奉啊！明白嗎？人嘅決定唔係樣樣決定係啱噶，明白嗎？保羅話唔好去，就順服佢唔好去，明白嗎？再講多個例子，20章嗰啲人喊啊，見到保羅繼續要去上耶路撒冷，先知話你上耶路撒冷你會被捆綁嘅。保羅話唔好喊啊，佢要上去。聖經記載係乜嘢啊？路加醫生跟住保羅上耶路撒冷。我再講啊，14章37節哥林多前書，保羅係第一個講啊，我所寫嘅信啊，係主嘅命令嚟嘅。即係佢話，如果我話要巴拿巴唔好去，即係如果我話係馬可唔好去，就唔好去啦。明唔明我講咩嘢啊？你話我唔係啊，我唔係唔順服呢個傳道人啊，你唔順服呢個傳道人。13章
第20節約翰福音，你唔接納佢，打開約翰福音13章20節，你唔接納主耶穌所差遣嘅傳道人，你就唔接納主耶穌。你唔接納主耶穌，你就唔接納差主耶穌嘅天父。明唔明我講什麼東西？唔係講一次啊，唔係就13章20節係咁講啊。OK， 第10章就咁講啊。馬太10章40節，任何一個人接納我所差遣嘅使徒啊，你係接納我啊，接納我就係接納差我嚟嘅天父啊。今日我講英文道嘅時候，主耶穌話：那差遣我嘅，與我一齊同在啊。保羅係有主嘅同在嘅，你明我意思啊？阿拿尼亞唔想祝福保羅啊，I mean掃羅啊。佢話：你只管去，呢個係我揀選嘅僕人啊。佢喺外邦人面前為我作見證，喺外邦嘅君王面前為我作見證，仲要喺猶太面前為我作見證。佢因為我個名嘅緣故，佢要為我受好多嘅苦楚啊！冇一個使徒願意受咁多苦楚嘅。唔好驕傲啊！學唔學到我同你講嘅嘢？今日奉獻侍奉神係好嘅，一驕傲你就玩完啦。嗱，我再講啊，我嘅錢啊，全部係付俾我噶。佢呼召我時同我講一樣嘢，佢話：你睇下你 basement 有幾多飾物啊？係你自己能力賺錢啊，還是我俾你噶？我話主係你俾我噶。如果你話係我俾你，我叫你紐約讀神學，你就去讀神學，明白嗎？我就去啊。我點解我話馬可係有福氣咧？佢悔改啊！呢部分嘅聖經，我睇馬太冇記載，路加冇記載，約翰都冇記載。約翰有冇記載？一個瞎子看見啦，有，係第9章約翰福音。但係第9章嗰個同呢個第8章馬可福音係唔同嘅人嚟噶，明白嗎？但係兩個都係用口水啊。All right，第9章一打開眼睛，佢話你就去我差遣嘅地方，你喺嗰度洗就開到噶啦。呢個嘢按手喺佢用雙手按喺佢雙眼嗰度，佢睇嘅嘢嘅時候仲係顛倒嘅，明白嗎？仲睇得唔清楚嘅。耶穌左按手就睇得清楚。整本聖經冇記載要做2次啊！停喺度可唔可以學一個功課好唔好啊？學咩功課啊？我同你學彼得嗰個功課。OK， 打開馬可福音14章，我讀俾你聽。22節，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，先到那邊去。馬太福音，我講馬可啊？啊，對唔住，哦，呢個林牧師有老人遲鈍症。馬太14章22節，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，先到那邊去，等佢叫眾人散開，然後散開眾人之後，佢就獨自上山嚟禱告。點解獨自上山禱告啊？呢度冇解釋。約翰福音第6章又係解釋啊，因為嗰啲人要舉佢作王啊。耶穌話：係咪呢個時候你要我作王啊？神同佢講：唔係啊，你要背十字架，明白嗎？耶穌留下好嘅榜樣，佢獨自上山去禱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佢一個人在那裏。那時船在海中，因風不順，被波浪搖撼。夜裏4更天，離開嘅時候
係夜裏，我相信係第一更。哇，去到4更，每一更係3小時，6點至9點第一更，9點至12點第二更，12點至到3點係第三更，3點至4點係第4更。即是話啦，呢班漁夫咧係喺個海裏邊啦，整個晚上喺海裏邊，船在海中，因為風大，唔係順風，被波浪搖撼。夜裏4更天，耶穌喺海裏邊上走，好黑嘅時候，往門徒那裏去。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，就驚慌說是個鬼怪，便害怕，喊叫起嚟。其實佢喊叫起嚟係唔明白耶穌可以餵飽5000人。OK， 停喺度。馬可講佢哋唔明白噶吓，講2次，馬可好了不起啊！老實講，你先啱啱出嚟，啱啱耶穌帶你出嚟侍奉，你點會咁快脆死啊？唔會死嘅，你怕死，係因為你唔明白神嘅旨意啊，明白嗎 ？OK， 好啦，我哋再睇，佢哋慌張說是個鬼怪，害怕就喊叫起嚟。耶穌連忙對佢哋說：你哋放心，係我，唔使怕。彼得話：主啊，如果係你可以行喺水上，請你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裏去。即是話，我見到你行呢個神蹟，我都想行呢個神蹟，明白嗎？求呢件事係好嘅，但係咧學個功課咧，唔係個個學到嘅。馬太14章講到彼得喺水面上走，其他冇記載，只有馬太記載。OK， 耶穌喺水面上走，約翰福音第6章有記載，但冇記載彼得亦都喺水面上走求呢件事情。明唔明我講什麼東西啊 ？OK， 好，再睇。彼得話：主啊，如果係你可以喺水面上走，我都想喺水面上走，請你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裏去。耶穌話：你來吧。耶穌講你來吧，你寫低好唔好啊？你來吧嘅地方，你寫詩篇145篇第13節，但係要睇英文聖經，中文聖經冇㗎。13節下半句 ，The Lord remain faithful forever。佢叫你嚟，即係話你可以嚟到㗎，你可以行㗎，明白嗎？ OK， 寫完145篇13節，你寫146篇第6節 ，The Lord remain faithful forever。佢叫得你嚟，你唔會浸死嘅，浸死係你自己冇信心咋。保羅喺1章19節以弗所書，我睇到好精彩，所以我每次講道，每次查經，我用呢個經文嚟祈禱啊。神在信人身上所顯嘅能力係何等浩大！彼得有冇信啊？佢相信佢可以做到，但係佢又睇環境啊。睇環境就點樣啊？就係沉下落去啊！你明唔明我講緊啲咩嘢啊？你知唔知點解我將呢個經文放埋喺呢個馬可福音度啊？唔係耶穌基督話你來冇能力想佢浸死啊！浸死係你自己冇信心啊！你求嘅係有信心，我俾咗你都係有信心，但係你冇信心去 execute 啊！寫第2弗所書1章19節，神在信人身上所顯嘅能力係點樣話？何等浩大啊！點解你冇能力啊？你睇環境啊！
你知唔知好多人係睇環境啊？明白嗎？覺得自己有錢了不起啊！唔好咁樣啊！除非你想窮啊。Everybody say 唔係耶穌講嘅說話冇能力想佢浸死啊！我再講，你 link it to chapter 2 verse 5，約翰福音，瑪利亞要求耶穌基督，佢話酒婚宴嘅酒用晒啦，咁點啊？耶穌話與我有何干啊？呢家唔係我行神蹟嘅時候啫。但係佢講一句說話，2章第5節驚人啊！凡耶穌吩咐你怎麼，你就做什麼，咁大信心。整本聖經都係講呢樣嘢啊！佢叫你做咩，你做咩，你就搞掂噶啦。好多人唔相信啊，叫佢吐口水咁肉酸，我唔記載啫。仲有又唔係一次就醫好，要2次先醫好，明白嗎？係呢個人冇信心啊！一個人唔信佢，點會求佢咧？邊度講啊？10章12至17節，保羅好精彩嘅，唔分猶太人、希臘人，我哋同有一位主，呢位主會後代一齊求告佢嘅。凡求告主名就要得救。佢求告主名，點解會浸死啊？佢睇環境啊，聖經記載，明白嗎？我唔信佢，點會求佢咧？你肯祈禱，係因為你信佢先祈禱。但係祈禱得咗之後，你跟住又走你自己嘅方法。我哋個個人都係咁樣啊！唔好驕傲啊！唔係主冇能力噶，係你冇信心啊！我冇將啲經文全部一齊放埋一齊嚟咁睇啊！咁你係睇得啱噶啦。仲有啊，唔信佢嘅人唔會祈禱噶，所以教會有幾多人返祈禱會，你知道喺教會有幾多人信佢。OK， 跟住佢再講，如果冇神差遣嘅人，點樣傳道啊？信道係從聽道嚟，聽道從基督嘅說話嚟。如果呢個人冇神差遣，佢唔係傳神嘅道嘅。3章34節約翰福音，神所差嚟就係傳神嘅道，神賜聖靈俾佢沒有限量嘅。好多傳道人唔係神差嘅，係人差嘅啫。巴拿巴係人差嘅，明唔明我意思啊？好啦，你有咗呢啲經文，我教你啦，你背得幾多就背幾多。你覺得嗰啲說話對你有益處嘅，你就背咗佢。到你喺災難嘅時候，呢啲說話係救你條命㗎，明白嗎？你邊度學啊？6章20至23節，箴言書，箴言書啊！你父親嘅誡命，你母親嘅法則，你係喺頸項上刻喺心板上啊！因為你父母將神嘅說話教導你嘅時候，呢啲說話喺你行路嘅時候，佢會引導你啊！呢條路我要你去，你就去；要你唔好去，你唔好去。佢叫你倒滿6個缸，一個缸20-30加侖嘅水，倒咁多水，你想去飲到醉晒啊？佢睇你係咪真係你相信我要你叫你做嘅嘢？我話要倒滿6缸水，就倒到滿晒，你就倒到滿晒，就唔好囉里囉嗦。我哋好多時候囉里囉嗦，我哋驕傲啊！總之你做嘅嘢同我想嘅嘢唔合邏輯，我就唔做你嘅要你做嘅嘢，明白嗎？人好驕傲啊！神阻擋驕傲嘅人，施恩俾謙卑嘅人啊！唔好咁樣做啊 ！All right， 行一條新嘅道路。瑪利亞講嘅說話一鳴驚人啊！嘿，我就行神蹟俾你睇。我想睇下係咪呢啲用人，係咪我吩咐佢，佢就做。倒滿6缸水唔知做咩嘢，倒啦，係嘛？好容易做啫，不過唔合邏輯啫嘛。跟住仲喺嗰啲水度掏出嚟，仲俾管會堂嘅。OK， 冇叫佢自己試下先啊，俾管會堂嘅，等管會堂呢個人呢個老闆嚟試下。哇！
咁正嘅酒啊，個個喝醉晒都唔知你咁正啊！佢叫你做，你就做，你就見到神蹟。你做嘅時候唔好睇環境，人哋勸你唔好做，你唔好聽佢講。使徒行傳20章嗰啲人勸保羅唔好上耶路撒冷，佢繼續上去，明白嗎？如果唔上去，使徒行傳第9章16節，佢要為我個名受許多苦楚，點會應驗啊？唔好敵擋主啊！唔好救自己啊！若有人跟從我，就要捨己，背起自己十字架跟從我。你要救自己，你喪掉生命。呢句說話就係應驗喺彼得身上，明白嗎？我哋睇聖經啊，我哋冇智慧啊，同傳道人有密切關係嘅，傳道人都係亂講啊。Right？ 我信咗咁多年啦，聽咗咁多道，冇見過傳道人同我講呢啲嘢，係我求翻嚟嘅。幫我翻轉頭，再睇翻呢個經文，點解我話約翰馬可有福啊？個個唔記載呢啲肉酸嘅嘢，佢怕人哋問係咪耶穌冇能力啊？然後要2次啊？Right？ 整本聖經冇咁樣啫，一次就搞掂噶啦嘛。Right？ 原來俾我落個功課，你睇到之後，知道主係基督之後，主話我喺長老、文士、法利賽人、祭司長面前受好多苦，仲要釘十字架。彼得話萬萬不可，仲責備耶穌。即係佢睇到耶穌係基督，係至高神嘅兒子，跟住話叫耶穌唔好死。佢睇嘅嘢係一半噶，顛倒晒噶。佢係領袖嚟噶，領袖都係咁樣，咪玩完咯。學唔學到我講嘅嘢啊？唔好睇人啊！睇主嘅說話，你自己背聖經啊！我再睇翻翻嚟馬可福音，我喺經文裏邊我讀俾你聽，睇下你同唔同意我所睇法。我話呢個約翰馬可係有福嘅。第8章22節，他們嚟到伯賽大，點解要提到呢個地方啊？跟住嚟到伯賽大，跟住結束嘅時候26節，連呢個村子伯賽大嘅村子你都唔好進去，即係話我醫好咗之後，你唔好再翻去嗰度，唔好俾嗰啲人知道，咪勸住佢咯。伯賽大嘅地方，你打開每一樣嘅經文，你睇咗之後，經文咧按住詩篇12篇第6節咧，神嘅話語咧，聖經嘅話語咧係煉淨嘅。唔好加多，唔好減少。佢講到伯賽大係有原因提到伯賽大。OK， 你寫低馬太福音11章20至24節，嘅耶穌點樣講到呢個伯賽大呢個地方？11章20至到24節，請聽我念。耶穌在諸城中行咗許多嘅異能，那些城嘅人終不悔改，行咗神蹟都冇悔改。就在那時候，就責備呢啲嘅地方嘅人，說：哥拉汛啊，你有禍啦！伯賽大啊，圈住伯賽大，你有禍啦！因為在你哋中間所行嘅異能，若行喺推羅西頓呢啲外邦人嘅地方，呢啲人早已披麻蒙灰，悔改歸正。但我告訴你哋咩人啊？哥拉汛、伯賽大嘅人，當審判嘅日子，推羅西頓都冇人去嗰個傳福音，佢所受嘅痛苦比你哋受嘅更容易。即係冇喺你度地方行神蹟，將來你落地獄受個苦係少。喺你面前行咁多神蹟奇事，你仲心裏剛硬，你真係想死啊！你真係，即係話如果主俾你好多福氣啊，
多福氣就多侍奉啊！你幾日你玩完啊你？明明我講什麼東西啊？好少人將呢啲聖經背㗎。我問點解無端端提呢個地方？因為我睇過呢個聖經啊，我知道耶穌責備呢個地方啊，明白嗎？再睇迦百農啊，迦百農、哥拉汛、伯賽大呢3個地方你有禍，你已經升到天上，哇！高舉自己啊！將來必定墜落陰間，因為在你那裏所行嘅異能，若行在所多瑪到今日可以存留啊！所多瑪之所以冇存留，因為犯奸淫、同性戀。24節，我告訴你哋，當審判日子，所多瑪所受嘅痛苦啊，比你哋還容易。即是話行咗神蹟奇事，同你講咗道，你仍然糊裡糊塗，即係話冇去做。你教會一定要聽到一啲嘢，係我生命要改變嘅，你就有福氣，否則係浪費時間，明白嗎？我嚟到神面前，神啊，你唔祝福俾我，我唔俾你走，我錯彩邊你話俾我聽，明白嗎？到危險嘅時候，12章撒迦利亞書第10節，神會將施恩嘅靈、懇求嘅靈澆灌大衛家同埋耶路撒冷居民。到14章嘅時候，祈禱神耶穌基督向佢哋顯現，救佢哋。後神俾我哋嘅咩？有施恩嘅靈、懇求嘅靈，知道神係施恩俾我哋嘅。但得咗佢恩典，唔好徒受恩典啊！好好侍奉佢，全家侍奉佢，佢全家祝福你，明白嗎？有咗你嘅背景，我就再睇8章22節，他們來到伯賽大，有人帶一個瞎子來，求耶穌摸佢，教耶穌點樣做，去摸佢，唔使教主點樣做啊！咁求佢可憐，我想看見啊！求你施恩就得噶啦，明白嗎？再多講係多餘嘅。OK， 耶穌就拉着瞎子嘅手，好奇妙啊！耶穌從來冇咁樣噶，佢哋求耶穌摸佢，一摸佢就搞掂啦，right？ 好似耶穌記唔記得馬可福音第1章，去到彼得西門個岳母嘅家裏邊，一摸佢，熱病就退噶啦，係咪 ？right？ 搞掂啦 ，right？ 唔需要教耶穌點樣做，你點樣做，無論點樣做法，我都得到醫治嘅，你就醫佢就得噶啦，明白嗎？我好可憐啊，我盲眼 ，all right？ 我再睇，耶穌就拉住佢嘅手，拉住瞎子嘅手，領呢個瞎子到村外邊，即係離開咗伯賽大嘅地方啊，唔喺伯賽大嚟行呢個神蹟啦，係咪啊？明唔明我意思啊？咁啊，同翻馬太福音11章我所講嘅一模一樣啦。繼續再行神蹟，繼續再堅硬，以為自己好了不起，一定要有神蹟奇事喺你嘅身上彰顯，你就相信，明白嗎？意思即係話，如果將來你落地獄，我唔再喺你行神蹟，咁你少啲受苦啦。你要明白主嘅心意啊，right？亦都唔好信林牧師所講啊，你自己查考啊，按照使徒行傳 right？ 學比利亞教會天天查考聖經，要知道保羅所講係啱定唔啱 right？ 凡事察驗，善美要持守，惡要禁戒不作，唔好消滅聖靈感動，唔好藐視先知嘅講論。佢講啲嘢你唔中意聽，唔係代表係錯啊，係你要悔改啊，朋友。Everybody say？ 都係再睇。我冇見過耶穌領咧佢去到村外，唔喺伯賽大裏邊睇到，跟住吐口水喺佢嘅眼睛上。哇 man hard to 呢個係盲眼，唔係耳聾啊！聽到咦，突然間有水，Oh man，what is this？ 仲有啊，我話俾你聽啊，咁多人喺度，一篤口水吐落去，嗰人個個都驚訝，話咩嘢？跟住耶穌見到佢唔信，就行唔到神蹟啊！
寫低詩篇12篇第6節，耶和華個說話係煉淨嘅，好似銀子喺泥爐裏邊煉過7次啊，冇雜質嘅。佢話吐口水就吐口水，你唔好話係，總之佢就醫好佢。我唔講俾你聽佢點醫好佢，唔係吐口水，明白嗎？明唔明我講啲咩嘢啊？冇人咁樣記載嘅，一督口水，佢唔係耳聾係聽到啊，跟住咧仲有感覺，哇！Man fall on my eye, fall on my ear，佢冇開聲啊，佢唔係啞，佢要開口啊，佢有信心啊，明白嗎？我唔知道啊，你求醫生啊，做啲 whatever。跟住咧，佢摸完呢啲嘢，應摸啲唔應該摸嘅地方，跟住摸你個面，你都話：哎 ，come on，back off，right？ 明白嘛？跟住吐督口水就聽到，仲係濕立立咁，跟住咁究竟點樣咧？究竟 what is this 咯？馬可記載呢件事情，佢吐口水喺佢嘅眼睛上。OK， 你眼睛係雙眼啊。Man eyes， 即係你督口水係好大噶，你試下吐下。Oh man！ 然後跟住咧，跟住就按手喺佢嘅身上，按手喺佢身上，但冇摸到佢隻眼啊。Right？ 就問佢：你睇到啲咩嘢？原來呢督口水咧。就打開咗佢嘅眼睛，明白嗎？問佢睇到啲咩嘢 ？OK， 按手喺身上，唔係按手喺佢眼睛裏邊。OK， 然後跟住呢個人就抬起頭嚟一看，佢話：我睇見人啊，以前我睇唔到嘅，好蒙嘅。你而家睇到人，但係呢啲人咧。好似咧樹木一樣，而且行走係咩意思啊？如果你有讀過 physics 嘅咧 ，physics 嘅咁樣嘅，你眼睛咁睇落去咧，呢個人係顛倒咗佢。OK， 你讀 physics 你就知個 optical。OK， 如果你冇讀啊，冇辦法啦，係嘛？總之咧，人嘅眼睛睇嘅嘢咧係調轉晒嘅，不過我個腦筋咧就將佢調翻轉，明白嗎？我哋 adjust 咗。我再講啦，即係話佢睇本來咧眼係睇唔到嘅，而家睇到，不過全部咧係顛倒嘅。咁同彼得咪一模一樣啦。耶穌話：你話我係邊個啊？佢話你係基督，你係永生神嘅兒子，明白啊？咁跟住咧，如果你知道佢係基督，你唔知道基督要受許多個苦咩？係咪？同《使徒行傳》第20章。嗰班人勸保羅唔好去耶路撒冷，唔知道保羅要受許多個苦咩？係第9章16節講咗預定佢為我嘅名受好多苦啦嘛，明白嗎？佢就受呢個苦，所以冇一個使徒得嘅能力係好似保羅得嘅能力咁大。你自己決定啦，你對主嘅委身有多少，你就經歷主有多少。All right？冇摸到隻眼，但係咧眼睛咧睇嘅嘢咧係顛倒咗。同彼得講嘅說話，仲責備主啊，好大膽啊！即係佢覺得佢叻過主啊，教主點樣行路啊，明白嗎？主耶穌話：我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啊！咁你彼得係咩嘢？明白嗎？即是話彼得責備佢啊，佢話佢係基督，但係唔係呢個基督唔係受苦噶。如果基督唔受苦，你嘅罪點樣得到赦免？你點得救啊？神約翰福音3章16節啊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佢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佢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神要佢嘅兒子寫十字架上啊，明白嘛？但係彼得睇嘅嘢係顛倒噶，神要耶穌死，佢話耶穌你唔好死啊！所以呢個彼得係體貼肉體啊。你寫低羅馬書8章第6節，體貼肉體就係死啊！你落地獄啊，朋友！體貼聖靈就係生命，就係平安啊！你冇平安噶，你冇生命噶，因為你唔係體貼神嘅旨意啊！
你睇嘢睇一半㗎啫。你知道係佢基督，你知道佢永生神嘅意思，但係你唔知道佢要受苦，為你受苦啊！後來佢知道咗之後，佢就講啦：呢個耶穌係義嘅，為不義嘅死啊！彼得前書第3章，明白嗎？而保羅話冇個後說，明白嗎？睇嘢唔好睇一半啊！睇嘢睇一半，你就講一半，你先跌倒啊！呢個人就係咁樣啊！睇到人係顛倒噶，跟住注意點樣啊？聖經記載係呢個嘅24節，他就抬起頭來一看，我看見人，佢哋好像樹木一樣，並且行走顛倒晒。隨後耶穌又按手係講到雙手按喺佢雙眼度。OK， 跟住佢定睛一看，原來睇聖經，原來信耶穌啊，要定睛啊，好似希伯來書12章，當轉眼仰望耶穌，佢係我哋信心創始成終嘅主，開始俾我信心，到最後仍然俾我信心。唔好同我講我20年信主，呢家冇信主，一生要信主，信到死嘅時候。所以保羅啊喺提摩太後書4章第6節至第8節講到咩啊？太美好嘅仗我打過，所跑嘅路我跑盡，要我去東就東，要我去西就西，所信嘅道我守得住，由始至終我繼續信啊，明白嗎？唔好信一半啊，唔好做自己喜歡做嘅嘢啊，你使到人跌倒噶，明唔明我講什麼東西啊？聖經話，當佢一定睛看住耶穌，定睛看住耶穌嘅地方，你寫希伯來書，希伯來個作者就係話，轉眼仰望耶穌，就定睛仰望耶穌，其他嘢一啲都唔好睇，唔好學彼得點樣啊？睇到大風大浪你就跌倒。希伯來書12章第2節，仰望為我哋信心創始成終嘅主，佢俾我哋起初有信心，到最後都俾我哋有信心，一直信佢，信到底。OK， 叫做轉眼仰望耶穌，唔好睇環境，唔好理其他人有冇做，你自己做，你就自己得福氣。唔好同我講佢冇做，我又唔做。明白嗎？啊，真係神可憐我哋啊！定睛一看，你寫希伯來書12章第2節就復原啦，你就搞掂啦。All right， 樣樣都看得清楚啦，啱嘅就啱，錯嘅就錯啦，咪得咯，咪得福氣咯。All right， 所以今日離開呢度之前，你話主啊，你俾我睇嘢睇清楚 ，OK， 俾我有謙卑受教嘅心，因為神阻擋驕傲嘅人，神會施恩俾謙卑嘅人 ，right？ 當我哋再睇福音，跟住佢話佢定睛一看就復原啦，樣樣都看得清清楚楚啦，再冇顛倒啦。耶穌就打發佢回家去，說連這個村子你都不要進去，唔好再俾佢睇到啦，唔好再其他啲人。所以換句說話，你唔信嘅，你睇唔到神蹟奇事嘅 ，right？ 意思即係話神方看重乜嘢啊？看重佢所講嘅道大過神蹟奇事。因為10章17節羅馬書，信道係從聽道而嚟，聽道從基督嘅說話而嚟，明白嗎？所以唔好去嗰度，你就唔好去。OK， 再睇，好了不起啊！佢講唔好去，唔好入去。跟住27節，
耶穌就對耶穌聖經點講話？耶穌和門徒出去，往凱撒利亞腓立比嘅村莊去，在路上問門徒說：人說我是誰？其實話俾你聽，當時嗰班門徒咧都好有信心嘅。點解啊？好多啲人講啲嘢咧係胡言亂語。你試下問呢個世界啦，問耶穌係乜嘢？佢有好多不同、好奇妙嘅教導嘅。唔好問人啊，問聖經啦，朋友。OK，所以佢話乜嘢啊？嗰啲人話我係邊個啊？佢哋話有人話你咧就係施洗約翰。邊個講啊？第6章、第8章馬可福音係希律王講啊，皇帝講噶。唔好喺講道嘅時候講皇帝講嘅嘢啊！皇帝講嘢未必啱噶，明白嗎？要講聖經要講嘅嘢。亦都有人話耶穌係以利亞。你寫低耶穌係以利亞地方，寫約翰第1章啦。佢哋係問施洗約翰啊，你係咪以利亞？佢話唔係啊。你係咪摩西啊？唔係啊。你係咪基督啊？唔係啊。佢話我係為基督作見證嘅咋，講清楚。OK， 仲有啦，又有人說先知嘅一位，即係先知一位，第18章18節，申命記呢一將來有一位神會興起一位先知，好似摩西一樣。你要聽呢個先知所講嘅說話，呢個先知係大過摩西嘅，明白嗎？Deuteronomy 18:18，佢哋問佢啊，耶穌係咪呢個先知哪一位像摩西嗰個啊？耶穌唔係耶穌，耶穌係耶穌，摩西係摩西，明白嗎？再睇29節，跟住又問一班門徒，咁你哋說我是誰咧？冇人回答，只係彼得回答，佢話你係基督。跟住再講，耶穌就禁戒佢哋不要告訴人。前面講到26節，唔好再進入呢個嘅伯賽大。呢度講唔好話俾人聽佢係基督，寫得去啦。約翰福音，約翰福音喺咩地方啊？任何一個人承認耶穌係基督嘅，呢個人就被趕離開會堂。OK， 約翰福音第9章22節，連呢個瞎子嘅父母啊，見到個仔得咗醫治啊，開到眼啊，佢都怕猶太人啊，因為猶太人已經商咗量啊，作咗決定啊，有人認耶穌係基督啊，就把佢趕離開會堂。OK， 第9章22節。跟住寫第12章，連個官長啊 ，official 啊，做官啊，都驚呢班法利賽人。12章42節，雖然如此，官長都卻有好些信耶穌係基督，但只因法利賽人嘅緣故，啲官長都唔夠膽公開嚟承認，恐怕被趕出會堂。因為呢班官長啊，佢哋愛人嘅榮耀多於愛神嘅榮耀，明白嗎？叫你唔好講，你講，佢會趕你離開會堂，講2次。去到16章嘅時候再講，佢會殺你。16章第1節，我已經將這些事告訴你哋，使你哋不至於跌倒。人把你哋趕出會堂，因為你承認耶穌係基督，並且時候要到，趕咗你中斷，就要殺你，好似殺保羅一樣。又要凡殺你嘅，仲以為自己係侍奉神，神叫我嚟殺你嘅。OK。他們這樣行係因為未曾認識父，也未曾認識我，明白嗎？佢叫你唔好講，佢唔想呢啲人被殺啦，明白嗎？都未傳福音就死啦 ，right？ 仲有啊？點解唔好講啊？你仲未有聖靈充滿啊？你會跌倒啊，跌到好慘啊！第3，我仲未升天。升天10天之後，我差遣聖靈嚟充滿你，咁你就講啦嗰陣時，明白嗎？所以唔好敵擋聖經，
聖經話要傳耶穌係基督就能夠得救，點解叫人唔好傳啊？因為你啲人講啲道啊，根本係一知半解，唔明嘅嘢打個電話俾 Pastor John，等佢解釋俾你聽啦，明白嘛？叫你唔好講，即係叫你唔好死啊。OK，耶穌基督喺約翰福音第8章，佢都冇講到，佢話咁你係邊個啊？佢都冇講到嘅基督啊。佢話我就係 I am who I claim to be，你自己揾翻你喎。我 claim 我自己係乜嘢？明白嗎？啊，總之求神可憐啦。我哋再睇31節，從此耶穌教訓佢哋說：人子必須受許多個苦，因為你承認耶穌係基督，承認耶穌係神嘅兒子，被長老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，並且被殺。過咗3天復活，耶穌就明明嘅說這話。彼得咧就以為自己咧係愛耶穌基督，以為自己嘅智慧比耶穌大。英文聖經佢話佢 rebuke 責備耶穌基督，中文翻譯錯啊，唔係勸啊，係責備耶穌啊。佢覺得佢自己好醒目啊。OK， 耶穌轉過嚟就對看着門徒，看着12個門徒。OK， 跟住咧就責備彼得說：撒旦，你講嘅說話係撒旦要你講嘅，退我後邊去吧，因為你唔體貼神嘅意思，只體貼人嘅意思，你想死啊！你唔係跟從我，明白嗎？咁即係話前面講你話基督應該得救咯，嗬？後邊叫耶穌唔好死，咁你點得救啊？佢死你先得救啊 ，right？ 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，就對一班門徒說：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佢嘅十字架嚟跟從我。因為凡要救自己命嘅，必要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和福音嘅緣故喪掉生命，必定救了生命。你咪寫低啦，《使徒行傳》第1章至第4章，呢班人見到耶穌升天之後，膽子大咗好多啦，又有聖靈充滿，120幾人祈禱，個個聖靈充滿。第2章咧就係聖靈充滿，喂，第3章、第4章就聖靈充滿，被拉坐監都要放監，喂，神有冇救佢條命啊？有啊，所以呢啲聖經係到後來先見到係應驗，我哋有信心等候啊，唔好用自己嘅方法嚟救自己啊！我覺得呢個嘅路加好了不起，見到巴拿巴離開使徒保羅，佢冇離開，佢繼續跟住保羅，明白嗎？去到坐監繼續跟，所以佢有資格寫路加福音，寫使徒行傳。56節，36節，人就是賺得全世界，好有錢，回想自己嘅生命有什麼益處呢？一個人還能拿什麼嚟換生命呢？用咩嚟換生命啊？錢換唔到生命，耶穌嘅命先換到你嘅命。OK， 人民拿什麼嚟換生命呢？凡在這個淫亂邪惡嘅世代裏邊，把我同我個道當作可恥，圈咗去。哇！我同我個道圈住去，寫翻22章26第8章22至26節，馬可約翰馬可冇覺得耶穌吐口水喺呢個人嘅眼睛，等佢眼睛看見，然後仲要點啊？仲要按手喺佢身上，仲冇話將啲口水抹乾淨啊，冇抹到啊，即係叫佢咩啊？抬起頭嚟一看，定睛嚟睇，佢就睇到啦。Right？ 我相信佢打開眼睛嘅時候，仲有口水喺度噶。
呢個馬可有冇覺得主嘅道、主嘅神蹟係污穢骯髒啊？冇覺得噶。任何一個人啊，把我同我嘅道當作可恥，人子在佢父嘅榮耀裏邊，同眾天使降臨嘅時候，也把呢個人當為可恥。我唔知道馬可有冇當佢可恥，但馬可冇記載呢件事情。right？ 阿邊對唔住啊，我馬太冇記載 ，right？ 路加冇記載 ，right？ 所以我話馬可、約翰馬可有福嘅，佢講呢啲道，佢做俾我睇。親愛天父，我多謝你幫助你嘅僕人，每一次打開聖經嘅時候，俾佢有亮光，以至佢用真理嚟餵養你自己嘅眾兒女，叫每一個人都作光明之子，行在光中。我哋以你為榮，以你嘅道為榮，以你所作嘅事為榮。詩篇28篇第5節，任何一個人藐視你嘅作為，你唔會建立佢，你要毀滅佢。看重你嘅作為，你所做嘅每件事都做得好嘅，我哋記載出嚟，等我哋每一個都學到，原來唔係話打開你嘅眼睛，你信啲耶穌，一次信主就搞掂，洗個禮就搞掂。學保羅啊，那美好嘅仗我打過，要跑個路我跑盡，你要我去邊度我就去，叫我唔好去就唔好去，有原因噶。我信個道守得住，有人冇守得住，有人離開咗，我繼續信你。垂聽你僕人嘅禱告，賜福俾使徒教嘅每一個弟兄姊妹，讓佢嚟到教會係聽到主你嘅說話，信心得着堅固，能夠救到自己，也救到自己嘅家人。我係奉我救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，阿門。